听后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9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金华城8案涉案的战级升官，昨昏检方大动作去敲，毛约谈威京集团主席辛庆京，也各具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加共18个人。经过审问，应晓薇依照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诬陷罪，有逃亡串证的义务方申请羁押。应晓薇的办公室姓王的执行长是以500万交保，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以1200万交保，关键人物辛庆京嘛方申请羁押禁见。董事长有没有话想要说的？等一下民所会，陈先生。威京集团主席辛庆京自备暗时10点半去上北检复讯，伊专程是笑眯眯无加做回答，复讯了后检方护令先押禁见。不好意思，到了。威京集团主席辛庆京也是金华城创办人。被控罪应晓薇协助处理金华城用职问题，检方对应晓薇的账户查到甲威京集团等人有金流往来，怀疑收钱办事，传回辛庆京、应晓薇、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等人。应晓薇被移送北检复讯了后，检方以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贿罪，罪嫌重大，有逃亡串证，有令先押羁押禁见。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厘清，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经验。金华城8案是安全机有关，除了应晓薇甲姓吴助理被先押禁见，另外一个姓陈助理200万交保，办公室执行长也是应晓薇查某朋友王春坎500万交保，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1200万交保。那陈玉坤捌对外法院讲，即摆辛庆京也发声明回应金华城用证，以法令申请，佮讲瓜不提从来毋捌讨过钱，反正在好市府到瓜市府拢冇官员亲身协助派人来讨过，毋过伊无妥协，才互金华城申请用证一直做着保护。无任何一任市长图利金华城。只有金华城37年来的被霸凌。经济一直管到卫政台北市副市长彭正兴到真济都会会委员，检方进行一直约谈，差不多40人，就是要调查金华城用这条地关体进内安怎会392%，提关到840%。尤其应晓薇的辩论会被控是关键点，替金华城找解方，主创用这种例。副市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除了金华城案件由民众到政治人物各发北市区、各菜市场该起定限，国体被控的真济案件检联拢要一一追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金华城敢会烧向郭文哲，外界嘛真关心。因那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今仔日伊拍算会召开记者会，早暗嘛召开临时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向干部说明查销目前的进度。针对有媒体就报讲，郭文哲拍算请假，暂时离开职务，替这个风波指挥。因那伊早暗开会的时是并无讲到。现场的民众党民意代表是爱医生，搁想看卖，郭文哲并无正面的回应。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重要干部们以及党公职第一线的党公职们去说明清楚我们查账的一些进度，好，那让大家可以在记者会前事先了解全貌。主席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特别提及，但是也有相关的民意代表们有问啊，就是说，他们其实也不是问，就是呼吁说，主席是不是可以再想想？好，那当然主席没有正面的回应。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透早4点外有发生规模4.9的地震，地震的中央是伫花莲，那上大震度是伫花莲和宜兰有3级。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同款是一份好天的天气，而且烧热，过昼会有落雷公雨。除了山区以外，平地落大雨机会嘛有较悬。温度的方面，今仔日日天气也是真翕热。气象署有针对台北、新北、甲个台东这3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拢是柑仔色的灯号，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相信总共有要出行，爱会记哩加啉水嘛，爱做好早日。所以，含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关公署有公布2024年顶半年旅宿业大房率，旅馆是47.3%，比去年同期有减2.9%，也那民宿是22.69%，有减3.84%。今年顶半年房间的介绍，拢比去年同期也搁较俗淡薄啊。来看联合报，引起家人市长谢国良罢免案的争议的，在东华商场这个争议，商场前营运厂商代志公司涉嫌污洗前市长林佑昌时代市府内底的临时人员，家人地检署昨昏起诉官商计共11个人，检方另外阁查出代志公司负责营运东华的期间，涉嫌开457张无老实的发票，检报赚的钱，尾啊全偷走税，偷走计共232万。来看《中国时报》，前交通部长李良言进前因为婚外情请辞落台，目前是政务处长陈彦碧代理部长。昨昏半暝啊，就风声讲，行政院的发言人陈世凯即马要去接交通部长这个位。根据了解，行政院打算是伫今仔日会正式对外公布。也那赖政府伫27个时是执政满100天，行政院长杜英泰伫昨昏28时就召开执政101记者会。针对最近限制贷款的风波，杜英泰是强调讲，政府袂去限制，嘛讲伫9月初6进前，政府会做出互民众安心的决定。伊嘛强调，如果有人乱用新青安政策去做出违法的行为，政府嘛袂急点会出手，互这个政策转去到政策的本意。跟总统的互相的工作，就好像一个太极图一样啊。用太极图来形容甲赖总统直接的方式，指挥清楚，分工真有。行政院行动创新 AI 类股执政101的记者会，向国人报告未来新政策甲新建设，嘛针对基础建议打造治水这议题论述。对于最近的限贷令风波，杜英泰讲，政府无限贷令，并预告最近会找央行来开会，了解安怎伫9月初6前做出互大家安心的决定。政府不会有限贷令，积极的作为是对的，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一般的、已经进行中的贷款的这些对象、这些民众，对他们的权益不应该造成任何的困扰。央行发布5点声明回应，讲最近民众申请房贷困难，不是央行请银行自主管理不动产贷款总量引起的，而且已经通知国人调整过程，无应该影响无自用主体民众买厝。新青安带动房市升温，杜英泰讲，若做有人误用乱用政策的原意，做出违法无规矩的行为，政府会透过更较大的力量，让政策重新来进行。外界嘛关心立法院新会期伫要到啊，执政团队要安怎应应，不是多数党的状况咧。下个会期因为面临总预算的审查，那个状况一定会比现在更紧张。不过还好，我们的部会首长已经有1个会期的这个经验，好，我们还是诚意沟通，人民优先。另外，针对企业加薪的问题，行政院确定明年军工教加薪3%，希望民间企业也会当调整。杜英泰特别提起，有一寡营造厂已经加薪11%，9月初4就要召开最佳工资审议会，相信委员会思考经济的果实，和全民共享。记者综合报道。新青安厝贷款推动了后，即马是造成咱国内的房市热扑扑。嘛，因为金融机构贷款的总额伫要满啊，伫要定啊。就风声讲有中部的建商是为着要协助民众，全爱走去问台中也是中华农会，看农会敢有法度办厝贷款。下晡3点外，台中市潭子区农会信用部的柜台也是真无闲。新青安房贷去年8月上路，房市交易销路，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挖进满水位。中部地区建商为着协助买厝的人办贷款，向农会询问合作机会。潭子区农会最近这个月来问的加3成。外面的商业银行，他们的水位大概房贷的水位大概都满了。那我们的那个房贷的询问度大概有多了大概3成左右。新屋的话我们大概我们也是可以做到8成，但是我们农会的话现在大概都做6到7成左右。其实唔那商业银行8大公股行库嘛感受到房市真热。彰化银行2次举行第2季的发说会，表示目前房贷受理案件量济，爱排队拨款，房贷有额已经挖进警戒线。截至今年7月底，本行的房贷余额约为新台币4580亿元，较去年
年底增加约490亿元，成长率为12%，已接近了警戒水位。目前是排队拨款当中。台中市不动产开发公会统计，台中市今年前5个月涉案的金额已经超过2100亿，而且今年总涉案的金额有机会突破5000亿的大关，佫创下历史新高。贷款银行少无转向农会体系去问，甚至跨县市的农会嘛气结了运气。我们这边只有收到反映是到农会询问房贷的这个情形是有增加的，我们申请的部分是8月的前2周，1周的平均进件量大概是200件，那上一周大概就有230件。农业金融署表示，全国农会询问房贷拢有增加，8月申請贷款的案件每禮拜拢維持伫200件左右，房市會熱偌久，還佫有待觀察。不過房貸市場已經漸漸出現變化。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咱來關心以色列軍方日8是去攻擊約旦河的西岸，繼續轟炸加沙地區，有造成10個巴勒斯坦的武裝分子死亡，也有34個巴勒斯坦人死亡，計共是44個。雙方停火談判攏講無結果，甚至即馬閣傳出世界糧食計劃署的人道救援車輛27個時去互槍支彈到，所以日8時伊已經宣布要暫停運送物資。以色列軍隊日8掃動約旦河西岸第北區澤林甲土坎門的反恐行動，造成幾廿個巴勒斯坦武裝分子死亡。各地加沙走廊南部用戰車對加沙全境發動攻擊，數十個巴勒斯坦人死亡。哈馬斯甲伊斯蘭聖戰組織戰士也甲以色列部隊發生衝突，發射反戰車火箭甲迫擊炮。The Israeli military has launched a new crackdown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While the fighting in the West Bank has been overshadowed by the war in Gaza, these Israeli military raids have taken place almost every day. Israel has reported an uptick in Palestinian attacks on Israelis as well. 戰爭拖愈久，以色列看起來都有可能摕到勝利，大肆生化解救人質。不過，愛承擔愈來愈濟將士戰死的風險，以色列也因為對巴勒斯坦人造成的苦難，正做愈來愈孤立。哈馬斯因為手頭有人質，正做談判最後條尾。有報道指出，生化過去10個月攏踮佇加沙的地下防空，也無清楚到外界有偌濟聯絡。在中間協調的埃及、卡達影響力有限。This violence is likely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e war in Gaza goes ahead. While ceasefire talks have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week, Israel is pressing ahead with its offensive in Gaza. 17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人道車隊，和以色列軍隊槍支彈玻璃，日8宣布暫停運送物資。以色列無馬上回應，糧食計劃署表示，人道救援發生安全問題已經是第8，我哪怕講無結果。停火協議愛兩人簽署，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甲哈馬斯領袖新話，因是不共戴天的受敵，談判也是出名的強硬。雙方知影談判結果，會留予細節的評價也是決定性的。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另外，這個衝突在南海，中國和菲律賓在南海有主權的爭議。進前在這個海峽，中國的無人機和船隻就強制去影響菲律賓的運補。而且呢是由美國在馬尼拉主辦的峰會論壇頂懸，菲律賓就指控中國是這個所在的製造麻煩的源頭，而且是造成無穩定的源頭。美國這方面頭家是由印太司令的高階將領，伊對外表示會和菲律賓來參詳，看美軍安怎護航菲律賓。這是進前中國海警船艦在薩比納礁附近海峽包圍菲律賓運補船隻，阻擋菲方運補離島駐軍的情形。更加早進前在離無遠遠的朱比礁附近海峽空中，菲律賓魚介單位的巡邏機和中國放烈焰彈來擾亂飛行。菲律賓政府因此指控中國是南海地區上大動亂的來源。In this region, China, although without saying it, and I'll say it for you, is the biggest disruptor of international peace in the ASEAN region. 這一連串事件凸顯南海地區緊張情況，各個有主權爭議的島礁隨時攏有可能因為意外事件來引導直接的武裝衝突。對此，美軍印太司令部立設在馬尼拉，主辦一場區域防衛論壇。會後對着記者提問，代表美軍出席的印太司令帕帕羅公開指出，無排除由美軍護航菲律賓的運補甲巡邏的船艦。
Certain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nsultations, every option between the two sovereign nations in terms of our mutual defense, escort of one vessel to the other, is an entirely reasonable option within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帕帕罗的回答是真小心，因为美菲虽然有协防的条约，但过菲律宾的宪法甲法律明文禁止外国军队直接参与菲国境内战斗。若是护航中途甲中国巡南飞行机发生伤亡，一定互这个紧张的局势是更加严重。菲律宾政府也讲，近看来也无到要启动美菲协防条约程度，所以讲运补也有巡逻任务，现阶段是靠菲国家己来做。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有一个韩国的情报员7年前互中国收买去，伊收大约1亿6200万的韩元，涉嫌向中国的情报人员去泄露军机。不过，即马韩国军方的检察机关是表示，因为欠缺物证，所以正要掌握到底是收偌济钱。继续关心美国超微电脑公司风声防指控讲，因的项目有问题，而且放空股票，所以因股票价值是大落25%。超微赶紧发出声明表示，因为需要更较侪时间来评估这财务报告，所以因会延后交年报。来关心教廷伫最近坐界是替中国讲好话，即马是引起议论。阁有报道是报讲，教宗方济各为着要扭瓦和中国的关系，有开出和中国对话的第2外交管道。教宗嘛有可能为着要争取去中国访问，有报道是报讲可能会牺牲和咱台湾的外交关系。镜头转来关心，这国际实用射击联合会是全世界上大的射击运动协会，因4年一届的奥亚会27日开始伫印尼举办，上无有32个国家上千个选手去参加，咱嘛有去参加。不过各国的选手在进入场的时，中国的选手煞甲咱的国旗扭落来，咱的选手看到了后，赶紧甲抢转来，嘛赶紧向主办单位去申诉。尾啊，咱的国旗是有搁挂转去。主办单位即马谴责对方这款行为，嘛批评对方并无符合运动家的精神。4年一届奥运赛开幕，世界各国参赛队伍陆续进场。台湾队的国旗也对其他国家国旗同齐出现。活动进程所发现插曲，台湾选手加裁判单品又发现进场进程插有台湾国旗的期间摇到真大力，原来是3名中国队的选手在扣咱国国旗。当时就非常愤怒，因为最近奥运我们才一直被阻拦嘛，国旗的部分，所以我当下就是很生气的冲过去跟他们3个要抢。第一时间，单边又冲起嚟，将国旗夺回。随向主办单位抗议无偌久，主办单位佫一摆挂上咱国国旗，也请人伫边仔看守，避免佫发生插曲。在3个月前的泰国比赛里面呢，也发生了中国运动员对我儿子，因为他当时是比赛的场监，也就是所谓的裁判，他在执法，他们不断的在台下以言语骚扰他。这场比赛是国际实用射击联合会4年一度的奥亚赛，日一开始为期2礼拜，至少32个国家，超过1000名选手参与。IPSC 成立伫1976年，是实用枪击领域上大规模、历史上久的组织。比赛讲究的是选手伫无同的环境中实践射击，考验准确度甲速度。台湾早伫24年前就加入，选用国旗是台湾队的代表旗，多年来拢是安尼，毋捌遭遇类似的情况。这摆互扣落国旗，主办单位发谴责中国队队员，也受理台湾队的申诉。后手真正要处罚动手手旗的中国选手，恐惊爱面临禁赛，还是终身夺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侦察机最近是头一届入侵日本的领空，引起印太地区的局势变紧张。咱国防部昨晚发布有中国的军机30只来扰乱台湾，外界即马是关心中国军机敢是想要来入侵咱的外岛。国防部表示，咱针对解放军的动态拢有掌握。中共新冠印太区域局势紧张，中共的侦察机伫最近第一遍入侵日本的领空。国防部伫咧2月发布侦察强机30台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甲东部空域27台次，国加上强舰7台次，公务船继续了台。外界关心强机是毋是比较侵犯日本领空，
后一步会进发咱外离岛的领空领海。这种有可能侵扰我们领空领海的行为，我们也有相对的应对的方案的一个准备。另外，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国军的内部报告讲，中共伫去年西太平洋军演费用是4928亿，目的就是要试验掌控第一岛链的西平。于中共近年来巨额的军事投资，其实已经对于周遭的区域环境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国军强化建军备战，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上紧伫9月就会下基地接受训练。严格团讲，干部人力甲装备拢正欠，所以一寡步兵营的干部集体向立委陈情。对此，国防部承认，新训旅是这么人员甲装备拢无够的情形。在战争的时候，它是需要靠扩编动员，包含到它的车辆、它的一般装备是要靠民间来动员。它是只有主要的火炮、主战装备是满足的，就掌握相关的状况，也都主动的去完成相关装备的调拨。因为国军这边铁马朝鲜发射拖射飞弹，但是射中率偏低，团讲有停止的声音。陆军是否认，讲这边操作的官兵有一寡较有经验的人，带超过一半的新人，团成实务的经验。因过会伫后礼拜提出检讨报告，进行训练。记者综合报道。俄乌战争发生了后，军用无人机会当去攻击，所以伊的应用是真受关心。因为伫商业市场顶悬，无人机使用的范围嘛愈来愈宽，因为伊会当代替咱人类去一寡危险的所在来进行任务。咱台湾因为伫资通讯的设备、莫大电池在产业发展拢真好，国产的无人机技术嘛受到国际上的关心。国贸协会即阵就拍算要协助咱国内厂商拍入国际市场。为提定的角度，无人机会使自动锁定目标，调整角度对咧翕。这是国内无人机厂商的技术。俄乌战争发生了后，无人机的技术真受军用市场的关注。不管是白天、晚上，这是红外线，都可以把这个作战的目标标定，甚至去做一个破坏。那乌克兰大家都知道 ，FPV 这个产品啊，用很便宜的价格去把几百万美金的坦克就摧毁了。除了军用市场，也有其他国内无人机的厂商针对商业用途开发有时及辨识功能的无人机，通帮助人类到危险的所在进行巡检任务。像各位看到，这是室内的巡检的无人机，我们其实有更大型的室外巡检的无人机，主要是用在桥梁巡检。然后也有太阳能厂或者是风力发电的巡检。世界无人机商机快速发展，外部协会统计，2022年无人机产业产值有306亿美金，估计2030年会成长到558亿美金。因希望甲台湾的无人机行销到国外。中东欧的这些友邦，像立陶宛、爱沙尼亚，他们都很希望台湾能够跟他们来进行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外部协会表示，无人机产业也包括伫总统赖清德提出要推动发展的5大新内产业当中。外部协会接下来会透过举办国内展览、参与国际活动，邀请外国厂商等方式推出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有民众去收到朋友送伊的麻糍礼盒，发现讲答盒过期咧，毋过开刷生果，惊甲毋敢食。厂商赶紧回收礼嘛，已经回收产品，向卫生局通报化验，要来了解原因。另外伫高雄有民众去一间餐厅食煞了后，转去就歹腹肚，骨吐骨流。业者认为有可能是因的卵出问题，因为卫生局目前是接到12个人身体食煞无爽快通报，已经要求这间餐厅停业5天。卫生局人员一项翕相，搁早早实在的检体，因为高雄前金区这间居酒屋，和民众投诉23一连7个人去食饭，过程发现肉无熟，要向店家反映，对方说讲无问题，结果迄天转去，所有人开始吐骨流。肉品吗？鸡肉还是什么东西？蛋？应该是蛋黄。蛋黄、对，但是那天就有做全部销毁。截至目前，既接获用餐民众12人出现有腹泻、呕吐等症状，最早发病日为8月24日，目前无人住院。
店家初步怀疑是两处状况，讲隔两天离时就自主停业消毒一天，各种亲像有问题能全部销毁。卫生局稽查是发现店内垃圾桶无盖挂，作业环境冷冻无温度记录表，实在无离地肯定欠点，下令业者为2日自主停业5日，也针对实在环境进行抽检，以检验地备源。那共款引起食安疑虑，也有包装礼盒。吓死了！依然有民众收到朋友送的麻糍礼盒。拍开所发现，红豆加土豆口味的麻糍西瓜啊，不过麻糍有效期限到8月6日，1、2、3拍开所已经西瓜，质疑店家的品管品质。当然会对这间商家会有所质疑，他们的品质。品管的部分，对他们的品质这样子是有待需要很大的改进跟加强。麻糍生产厂商解释，商品制作工程中，在无菌环境之下，经过48点钟脱氧，完全无泄漏才会包装。民众收到的麻糍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损害，才造成脱氧这适合生果。本次商品绝非它在制作或者是包装的过程中发生就是破损，那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运输或者是展售转运的途中发生碰撞，那导致脱氧剂失效。首相欢迎徛伫企业伦理收到消费者欢迎信息了后，随回收的会回收产品，搁同步卫生局做化验，确认产品生果真正关键，避免类似情况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客运司机欠人欠甲真力，尤其是疫情期间，公车客运车帮拢有减少，嘛影响一寡司机全解读。以中华来讲，目前中华客运的司机欠人欠2成半。业者就表示，因为即马少年家无爱做这道，客运的司机上班时间过长，嘛爱面对乘客投诉，拢会影响因来食这份头路的意愿。公车是侪学生囡仔、民众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台湾大客车司机欠人严重，尤其前几年受疫情影响，袂少司机换头路。以中华来讲，大客车司机的亏大概欠2成半的人。以这个车甲人员的比例来讲，大概欠的目前是将近2成半至3成。就是疫情中间吼，咱这个物流业一直发展嘛吼，司机大部分走去物流业。可能是少子化嘛有关系啊。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缺工啊。游览的目前游览的是还好，那年龄层会比较高一点，差不多55岁以上。业者表示，公车司机因为太平时间长，加上这阵市区的路草复杂，各有自由业的选择多，造成司机歹找人，少年人嘛无兴趣。公路局今年就举办5场的大客车驾驶人才招募活动，希望解决欠工的问题。伫今年的9月初7吼。伫中华监理站吼，有来办理大客车驾驶的一个扩大的征才活动，驾驶是来去啦。目前来讲，普遍咱驾驶员嘛是拢无够，希望咱所有的有兴趣的大客车驾驶的民众吼，踊跃来参加。公路局表示，透过活动每盒成功的会提供受训补助、生活津贴、就业奖励金。除了中央的补助措施，有的业者嘛有奖励机制，亲像司机介绍金、加做满1年的奖金等，拢是希望吸引民众投入大客车司机的行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教育部伫8月24、25这2天有召开遴选课程审议会的学生代表，要互这学生代表当表达意见。所传出讲，有委员是用教囡仔、配塔啦来甲这国中、国小的遴选委员屁上。有参与者就质疑讲这款话的人敢有资格去做遴选委员？伊嘛呼吁教育部和参与者要重视囡仔的表意权和主体性。2015年，台湾捌有侪学生参与反乌上课工运动，后来学生才争取到伫咧课程审议委员会通过学生代表参与讨论，所以伫课审会进前爱先开遴选委员会来选出学生代表，只要有学生身份拢会当参加。所有遴选委员指出，伫24、25个遴选会议，有委员出现情绪管理的问题，佮欺负参加会议的高中小学生。当天现场就是有委员们在讨论议事的过程中，就是情绪越来越激动，然后甚至出现言论攻击或是质疑，就是为什么国小国中生委员在现场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可能用词的幼体化，或是就是言行的就是压迫感这样子。
针对这个乱象，有遴选委员和当年反课纲运动的参与者发起联署，呼吁教育部和遴选委员要重视这届会期的各种乱象。因嘛认为年纪甲专业都无关系，无应当用这来刺激年纪小学生敢有资格做遴选委员。那遴选会现场其实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这样子。然后每个学生因为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遴选委员，那不应该去忘记他如何去促成学生参与、包容学生不同意见的重要精神。另外，教育部是回应讲，经过调查，会议现场无听到言论偏向幼体化的情形，但是会后解释是有参与者伫网络顶也是私底下有一寡言论的攻击。教育部是呼吁委员之间应该爱互相尊重。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高雄无水调渔民爷祭典，2011年时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水疗国小为着要传承渔民爷的祭典文化，结合宋江灯，也个红仔戏，用台语来播故事，嘛请武术教练来做武术指导。水疗国小的学生用绳啊、抽红啊搬戏，透过甲时代斗阵学台语词，甲无水疗特殊的渔民爷文化变做戏剧。参与演出的学生分无同的舌头，同齐合作，有人拍三通鼓，嘛有人表演宋江灯，甲有200多段历史的渔民爷祭典特色，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分享。学生大卡步逐摆出腿，拢真有关系。这是将这马社团的业师腿，指导宋江镇的市东杰教练。50年前，因为基因到无治疗，拜军头师张景清为师，学习推法。后来时代演变，古早乡勇团练豆豆啊消息，传统宋江镇推法嘛，愈来愈罕得看到。而较早伫无治疗内底，伊的长衣特别无受伤。因为你长衣的物件，毋是举出来让人修正，迄是咧练力。真有古册内底，一路拢从台语，无迄个国语的，国语讲得到累哦，袂顺啊，佮兼会拍角啊。感觉不错啊，因为可以学到一些以前人他们在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头旗，它是最前面那一个带头的。市东杰教练表示，无治疗的传统宋江灯真有历史，古早会当做108人的顶头。治疗国小目前有8个学生伫咧学推法，伊嘛寄望这本古早的台语推法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厝内动物伴猫仔狗仔若伴病伫市区要看病是真方便，也毋过伫偏乡就较困难。为着要改善偏乡的宠物医疗环境，新北市即马有推出医疗巡回车，请兽医去偏乡做医疗服务。偏僻的新北市贡寮山区当中，人破病要找病院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阁免讲动物破病要安怎？当地的居民表示，因的狗猫仔若是要看病，就爱去甲随访，也是家人车程拢爱1点钟。有当时若是送袂到位，就爱接受宠物随时离开的准备。需要家人直接送它，也是要40分钟的车程才能够到瑞芳的动物医院。所以突然生病，我们因为它是老狗了，所以我们也会接受它突然间生病，也许就死亡了。其实新北市动保处推动兽医甲偏乡巡回医疗服务，到当一定是第5档啊，也服务超过5000只的宠物，嘛因为收费较少，着沙丁堡的民众专工带野猫啊来甲贡寮结扎。是三重人，然后我就是上网找这个资讯的，然后因为就是结扎费用其实是偏高的，在动物医院，然后我就想说要省钱，这边就比较便宜，然后大概差了4000多块。预防注射啊，健康咨询啊，这个晶片注射，这个是当然是最长的啊，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皮肤病，这个也是很常在不管在外面临床或者是在偏乡，其实都还是很常遇到。兽医表示，真侪偏乡的阿公阿嬷因为无方便带狗仔、猫仔去市区看医生，动物来到现场空喙，拢一定真严重啊！伊呼吁新北市偏乡的居民爱善用政府的资源，定时带动物到巡回医疗站检查。记者陈阿双、柯斌哲新北报道。
再来新竹县的竹北市对新的学期开始，嘛有机器人的课程，伊嘛同款是用巡回的方式，要去14间国中国小巡回。有人形的机器人，阁有三太子机器人、人狮机器人之类，会透过专业的工程师，带学生囡仔来认捌新科技。透过太阳能地档，互红仔机器人叮当起来。工程师把专工伫边仔教囡仔制作机器人的原理，学生哪算哪学习，拢感觉真趣味。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我学习到就是用太阳能也可以发电，同学之间可以互相合作，一起完成出一个恐龙，然后一起比赛，一起对战，就觉得很好玩。新竹县竹北市因为赶近新竹科学园区，科技人才特别受重视，市公所选伫新学期开始，规划出机器人科技课程。学生自细汉就开始接触科技教育，还有老师对科技课程嘛充满期待。对小朋友在学习动手做的能力啊，结合科技啊，真的是感觉越来越有意思，然后可以引起学生非常强烈的学习动机。希望透过这样的启蒙教育，让我们这座科技城的科技教育可以向下扎根，可以让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点之上。目前科技机器人巡回课程拢总安排56场互动体验活动，以及14场的 DIY 实作机器人课程。竹北市长讲，这2年 AI 人工智慧长时行，期待透过课程为台湾培养出更加多科技人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推广台语的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有举办有影讲台语，也有100字写台文的活动，鼓励少年辈用台语来创作，真正是真侪少年人来参加。因为今年得奖的作品拢真精彩，嘛展现出少年人的创意。这是江鱼菜，这龙须菜，龙须菜，安尼咧台语干嘛？这莲香菜，就这龙，这叫龟仔鸡，台语叫龟仔鸡，今天啊。伫高雄的学乐市场，学生囡仔洗菜市啊，买菜买鱼，拢甲头家讲台语。长期推广台语的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2024有影讲台语的影片评选。得到第1名的是今年15岁高中生谢一杰，头一届家己伫菜市买菜，用自在的台语互动，影片嘛得到评审的肯定。学校其实较少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会用台语来谈讲，所以我感觉安尼是一个最好的活动，就是甲台语带入来生活当中，莫干那是课本。这届参赛影片的长度限制伫1分钟内，基金会拢总选出前3名和3个佳作。另外，基金会原来有办正台的100字写台文评选，鼓励少年辈用100字来写台语文，计共是选出16个得奖名单。基金会表示，这是头一届用这么短的影片甲文章来办评选。事实上，要伫这么短的片头种出有台语开的作品，原来是一项挑战。字数少其实嘛是一个挑战啊，毋过当初想法就是希望讲，就是短的物件，短物件要伫网络流传嘛，大家较会看。希望就是更较侪人来对台语也是台文免怎写安怎写有台语开会即个物件会当更较来探讨安尼啦。基金会表示，100字写台文的得奖文章有按总的刊伫因所发行的台文网报内底。目前影片和文章评选这2项活动的得奖名单已经公布伫因的官方网站。基金会嘛会伫8月31日举办颁奖典礼，希望台语会当一代拖一代，花开满山坪。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天气报道在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2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